咁我剛才講過啦，3T 雖然個磁場強咗，但唔一定係好好嘅喎。咁點解呢？我就試下用比喻啦。假設你有車牌，都唔等於你識揸跑車。咁同樣啦，如果你嘅跑車喺一條塞車嘅路上邊，跑車其實係冇用處㗎，你唔會快咗嘅。做檢查都一樣。3T 嘅唔好處咧就係咧，佢嘅磁場咧個強度太大啦，唔單單個信號俾多咗，佢偽影都係多咗嘅，所以咧一個好細嘅 pattern 咧都會影響咗啲影像清唔清晰。另外啦就係啦，其實磁力共振我哋一路係將個電磁波打入身體入邊，去激活我哋細胞做檢查嘅。其實呢個過程咧係會令我哋身體咧個溫度係升高嘅。咁 3T 比 1.5T 咧係更加熱嘅。咁同樣啦個噪音咧 3T 比 1.5T 更加嘈。一般咧都80至100分貝㗎啦，咁180至100分貝係咩嚟咧？其實就等於一架喺條街度一啲好重型嘅車嘅聲經過一樣。你諗下做檢查嘅時候，做15至20分鐘都係咁嘈嘅環境，你係忍受唔到㗎。另外啦，而家一般好多病人都有一啲身體嘅植入物放咗入身體入邊㗎。當呢啲植入物擺入身體入邊咧，其實唔係個個都適合用 3T 嚟做檢查㗎。有部分嘅植入物咧只可以喺 1.5T 做嘅啫。如果唔係就相對有危險㗎啦。所以我哋做檢查嘅時候咧，唔係揀邊個地方有最好嘅儀器或者最大嘅磁場，而係揀嗰間中心佢嘅儀器去幫你做到檢查，再配合一啲有經驗同埋有專業資格嘅放射科醫生同埋放射師，幫你將啲影像拍得清楚，同埋個報告寫得準確，先係最緊要嘅選擇。